多情，等到最后也是等无你回头。你不愿留，不愿等候，阮的心也是为你留。阮的爱藏在心内，你是唯一的将来。只有等待你的了解，谁知影已经是伤害。有应该，有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。真孤单，阮的心事只有讲予家己听。你放我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。你的名哪会叫袂出声？阮的感情已经为你散。来，记者啊！过呀，谈谁？收集啊！怎啊？倒酒我看卖。你看啥啦？喂，好啊，你敢挂高叫？走！你不喜欢走？我看唔到伊的啦，你就带来看一个啦，较紧的啦，叫，咩叫你？伊了，过来看卖的啦，好，你把个。迄个是东角呀，宗教，对啊，那无看来报，无一定是伊啦。免等，伊袂转来啊。你哪知伊袂转来？无伫我伫外口拍死啊！呸！讲什么笑话啊？阿爸，是啊，是有啥物代志要甲阿爸讲？阮老师讲，叫我提早几工回去好好报道。伊讲好好招生的代志，爱我斗3工。无要紧啊，就看恁老师规定安怎，你就照伊意思去做。对啊，恁查某囝拄则咧讲迄，照因老师的意思做，你看安尼好。约定是住伫校园宿舍，早起晚去，拢共款啊。阿母啊，来宝，你是去对啦？你哪无挂面互恁阿嬷食？无啦，我著去找阮一个朋友，一时阵煞去有袂记。等下，我问你，你是毋是走去跋筊？无啦，我哪有走去跋筊啊？你还阁敢讲无？你有定正啊送伊去交警的时，明明就看见你声讲无。我讲无就是无。你那个当面个害啊！来宝，你看我就甲你。来宝，唔通，紧放手，唔通安尼啦，紧放开啊！拄则我讲的话，卡出个你若唔相信，你安怎甲我拍，有在你欢喜啦？来宝，
恁老母听你是听敢若死命。我会希望讲恁茫做一寡代志，互伊伫咧上心。拄正，算是我误会你了。阿母，阿母啊，我一个收费好无？今仔来穿啊拍，要去倒？啊，就美魂休困，我要招伊来去看电影，你要对阮来？唔免啦，你家己去就好啊。哦，阿母啊，你大只行李要去倒啊？恁小妹后要转学啊，我要带伊去。哦，走，阿母，咱好通爱来哦。秀英啊，得去。恁阿兄要互你的，不要紧，收起来。得去。多谢阿兄。阿母，我来去啊。小等，恁阿舅仔进吼，有咧问你甲美云的婚事啊，啊你甲美云参详去，知影无？我来去啊。小英，你即摆已经大汉，我伫外口吼，交朋友爱较细心，知影无？我知影啦。若有闲吼，爱食卡就去转来，甲恁阿爸抬杠一下，若无吼，恁阿爸会少年伊。我知。我来去啊。你回来。来宝啊，啊你若伫遮啊？来宝。哦，林来宝。无你是啥物人？我王文志啊，三明治啊。来宝啊，咱遮尔济当无见面啊，同学啊拢无联络。你即摆嘛毋知咧食啥物头路吼？赶快来做菜啦！跑地人会安怎找？哈哈，那安尼哦，我是你的客星。李文啊，你甲讲，我是咧做啥？问题是你做警察，你敢知影？我是咱来做警察，这甲来宝有关系。哪有关系？我读小学的时阵，你还都会记。有一摆我去头家红仔煮，去互猪店的头家掠着，你敢了都会记？会记你啊！你哦，红来警察局，搁有警察拍下枪对无？是啊，哦，迄个时阵哦，迄个警察实在有够过分的啦，甲我的裤脱来拍尻川呢，讲叫我着爱甲走去迄个讲出来，我死都毋讲啦。结果因硬死甲我拍到我尻川拢肿圆呢，我足无面子的。结果吼，我甲迄个警察的名记起来，我就抓，我将来若大汉吼，一定要找因囝来拍尻川，来甲报仇。哼，后来咧，到找你个警察，有啊。真是的哦。也毋过，伊即摆是我的顶司啦，啊，因囝嘛做警察啦，都是我的学长，所以即个鸟鼠仔阮吼无法度过，所以讲吼世间事吼，互人真料想袂到。啊，毋过问题，你安尼讲半工吼，搁来报告有啥物关系？哦，我知啊，走去迄就是你对无？看袂出来，你搁会偷摕物件哦。是袂到吼，咱班长既然是一个贼仔。好啊！你已经达到目的了。你会去啥嘛？我甲美云要去看电影。诶，唔对哦，今仔日美云是我约的呢。你约？你头叫啥？美云？你用啥物资格叫伊美云啊？你做这样甲大人都是我的美云仔，你唔知影是？哎呦，啊是细汉大家办公家伙啊嘛，即摆美云吼是我的女朋友呢，请你以后吼莫得搅搅。你这是讲啥？走！安怎？你放手啦！你放手！你是冲啥货啊？文弟，文弟！
离婚啊！卖使，咱来走，行。哎呀，你怎么笑诶？离婚啊！离婚！离婚啊！离婚！离婚！离婚！子琪，也袂付小。离婚！离婚啊！我问你，你啥人要找迄个人来气我哈？敢讲，你叫我的问题是你搬互你看，敢唔是想？伊是我的男朋友。你讲啥？伊是你的男朋友，啊我咧，我是算啥哈？爱我为你一个心人了的。伊是你的男朋友，啊我咧，我是算啥哈？你嘛是啦。你即马是来讲啥？你安尼做敢对哈？安尼对待我敢有公平哈？那唔对，为什么无公平？你也唔想看卖诶？这几年你是安怎对待我的？但是阮阿爸母有头前，你表现敢若像对我做好诶，啊，毋过私底下咧，我欢喜的时阵，你敢袂陪我笑？我艰苦的时阵，你敢有安慰过我？我拢袂晓，迄个王阿文伫伊拢袂晓，对无？无唔对，伊就是拢会晓。你，无好啦，我问你啦，你即马到底要选倒一个？是选伊还是选我？我唔知影，我真正唔知影啦。你唔知影？我还有机会对无？对无？你讲啊！大宝啊，感情是足现实的。我已经等你遐侪年啊，你将来要提起结婚的代志，我会惊呢。我嘛唔敢搁等落去啊。美惠，无安尼啦，我即马随转去甲阮阿母讲，咱随结婚好无？你就是安尼啦，啥物拢要靠你阿母。你若无紧家己向趁钱，你凭啥物来娶我？敢讲，连结婚了，你也爱我像你阿母共款，趁钱来饲你吼？好，我知影你的意思，我一定会做互你看。苦咧，才咧创啥？等我听你讲话，你是失神咧想啥？卖吵啦，我咧想代志啦。我等下伊啊，菜咧食啦。创啥？你来就对啦。你 Q 啥啦？我跟你讲哦。我想拢唔对呢。什么代志唔对啦？昨暗我看到迄个人，应该就是赖宝啊呢。我看是你的面盲啊，赖宝哪有可能啊？我著真昨暗到这时，好啊，你心内一直咧做，我想讲，真正若办不离哦，是赖宝。咱查囝米粉要安怎？应该是袂啦。推诶，我今等2000几块呢。安尼都袂歹啊。你是安怎啊？我是想讲早起哦，7早8早去水果菜市场去挂货，啊无送收用啊。啊，我著已经甲送酒车啦，你要烦恼啥？你唔知啦，查某囡仔人规年通天拢住伫学校宿舍，唔知叫人淘汰。袂啦袂啦，拢已经啊大汉啊，家己会晓想啦。啊无？啊你毋是载美云去看电影？那你即马就转来？啊美云诶，干那一天到晚看电影尔，干那囡仔咧当。来宝，是有啥物代志哦？阿母，我想要来找头路啦。阿女啊，内部啊讲要开客人车，安尼甘好？驶计程车哦，足辛苦诶，我无爱有去。哦，阿母啊，驶计程车比较较自由，比较适合我做啊。母啊，好啦。
你若要使去人家哦，不如去甲恁老爸斗卖菜。免了免了，我唔敢望伊甲我斗卖菜哦。我看哦，伊也是去趁迄款较软的啦。阿母啊，一台计程车嘛无偌济钱啊。我捌去问过呢，请一个个人牌一寡有诶无诶哦，差不多40-50万尔，嘛无偌济钱啊。好啊啦，无拜托诶啦。唔通啦，路的车遮尔济，危险啦。母啊，我来讲啦，就若正经有心要开客人车就对啦，去共用租嘛有，是安怎就搁买新车？真奇怪呢，我要做头路，这你嘛要念哦？啊，若讲你即个骹小想要开客人车哦，心肝伫咧想啥物哦？恁爸用骹来好想就知啦。喂，是秀英啊，阿爸啦，无啦，拄则咧讲话啦，嘿，你住遐会习惯啊未？若习惯就好啊啦，嘿，你唔免烦恼啦，恁妈妈甲恁阿妈身体拢真勇，你家己顾好就好啊，你唔免担遐烦恼别人的代志啦，好啦，安尼好啦，好。阮小英啊，拍转来。来宝啊，你若决心要驶计程车哦，我买互你。阿母，多谢你。爱我为你这个心人了的，想要你爱，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梦散，情孤单，阮的心。这个哦，请问人家你要去对啊？我来洗洗。啊，你今仔是有趁无？趁无济啦，付车钱有够啦。若是安尼，我就来照表收钱哦。无问题啊，行。行。哎呦，当即摆来宝啊都有头路，你驶计程车，你是搁咧烦恼啥啦？来啦，啉啦。这。阿姐，稳奖啊！今仔趁偌济安尼？是要趁你倒去啦？一天到晚在老母踮咧踅街啦，若莫倒贴就好啦，搁想要趁钱，哼，了然啦。你做你啉酒啦，无讲话袂死啦。买菜，休困一下，等下去载你去上班，大哥啊，你若上班吼，做你去无用啦。米云下班吼，我叫伊家己转来就好啊啦。阿静啊，无要紧啦。譬如讲我伫外口驶计程车，时间若是有拄好，我就载米云倒转来。对啦，若有闲有时间顺路才去载，莫免讲，趁钱要紧啦。我知。你若驶了忝会记呢，差踮咧路边休困啦，会记开冷气啦，困了嘛较爽快，困。米云啊，大宝啊，我送你转来去啊。唔免啦，我还阁有代志的，你去做你的行李。米云，我专程驶车来遮载你，你莫安尼好唔？我还阁有重要的代志的。无你到底是啥物代志？你下班唔倒去厝的，你阁有啥物代志？我有啥物代志，唔免你管。米云啊，我安尼做嘛是为着你呢。我出来外口驶计程车，安尼讲起来嘛是正当的工作啊。感觉我安尼做，你阁有啥物无满意心？莫阁讲啊，我咧赶时间。米云啊，无你讲，你到底要叫我安怎做，你才欢喜？你讲，我一定做会到，好不？我就甲你讲，我还阁有代志的，你哪遮烦哈？米云啊，米云，是几个月啊啦？得变2个月啊啦。啊，毋过吼，你若是无同意，我会使把囡仔摕掉。你有点的呀！你有点的，你是要创啥啦？你打我肉的，你是敢跟我来创啥啦？哎呦！来，你好啊！有啊！哎呦，咱疼的啦！
你有病的呀！阿伯，阿姆，你莫生气啦，我是真心吼，甲美云啊相爱啦，阮两个毋才会做伙，我一点仔吼都无将美云来办伊迄款意思啦。你只要吼甲美云啊嫁互我一定好甲疼惜啦。佮再讲，都免偌久，恁就当抱孙啊。你去甲讲安尼啦，我快要行起来。好来，你先坐落来，我拢坐落来，拢坐落来啦。我现在真嘛要安怎？啊，我是要安怎啦？都囡仔拢有啊，啊无你要叫因安怎啦？阿母，多谢你原谅我啦。阿姆，多谢你。等下。爱情拢是予人梦啊梦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诚心诚意也无彩价。爱情拢是掠人是冤错，为何我有讲不出的话？等你一生，等到死。